義工教會本地市林義鄉的徛街，就是1980年發生林家血案的地點。今年因為電影《世紀血案》的爭議，讓更較儕人關注到台灣的人權歷史。休熱期間呢，這羅里亞劇團也推出親子活動，甲義工教會合作舉辦台語導覽，要讓大人一個囡仔了解到民主一個人權的重要性。另外媽媽就是發現就是講倒佇這個樓梯口的所在。義工教會也無私用台語導覽，甲民眾解說1980年林家血案的過程。這陣響紙真濟家長帶囡仔來了解過去甲國家暴力對人權的迫害。有學生講，這是頭屆聽到這段歷史，想袂到過去台灣要發生這款代誌。感覺就有一點恐怖，這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？這幾年有開始咧發展迄個不義遺址啊，其實有足儕導覽會當參加，咱應該毋是應該要用真濟角度去熟悉台灣歷史，不管是歡喜還是悲傷還是痛快。林家血案事發的地點，都是即賣義工教會。在去年，互文化部設做轉型正義場址，羅里亞劇團的工作坊就辦佇咧遮。團長講，因長期透過表演，互囡仔了解人權議題，像愛唱歌的銜，就是其中的一出。劇中以外嘛，趁暑假推出一系列歷史補課的活動。教會牧師也表示，真歡喜這個轉型正義場址會當甲藝文活動相結合。阮是一個藝術團體嘛，藝術就是運用藝術來參與政治、參與社會。互大家知影，咱一定要好好保護咱的民主。互囡仔有一個安心會當表達意見的國家。有時陣教會場地無咧使用啦，所以有一寡團體若想要來參訪，也是要借用的話，基本上阮都是做這個歷史的介紹安尼。牧師也講，義工教會自舊年就有甲導演合作拍片，拍算在今年9月在台灣國際人權電影節會推出紀錄片，希望場址的記憶會當透過影像傳播，深化社會對人權歷史的理解。記者盧尚珠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